大家好，又喺度繼續講阿拔斯王朝嘅第二任係哈里發曼蘇爾。佢喺建成嘅過程當中，佢嘅選址同埋前邊講咗一啲日事，跟住咧我哋就要講講嗰個圓形城市。佢其實第一個選嘅地理位置好，另外仲有一個咧，如果按照我哋中國嘅風水學嚟講，佢真係一個好地方。因為點解咧？嗰個底格里斯河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，彎彎曲曲，佢個圓形城市呢個彎曲嘅位置啱啱好包咗4分1嘅角，佢嘅東南角。呢個位置如果喺我哋中國嘅風水學裏頭嚟講咧，就叫做玉帶環腰。逢係對中國嘅風水有啲了解嘅話，都知道玉帶環腰一定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地理環境嚟嘅。一個玉帶環腰。另外一個咧，建好咗呢個圓形嘅城市之後，曼蘇爾佢仲為咗自己呢個王朝可以接續，可以不斷咁去擴充，跟住喺底格里斯河嘅東岸繼續建新城。響頭先講過一個圓形城嘅周邊有啲空地嘅話，佢開始重新規劃佢嘅皇宮。喺建好咗皇宮市集搬咗去外邊之後，好啦，我哋要繼續加插一段前邊講過嘅阿拔斯王朝同唐朝嘅嗰場戰役。中國唐朝係打輸咗，俾佢俘虜咗好多人。呢個年代就係751年。呢場戰役輸咗，但係對整個世界文化影響巨大。點解？就係當時響呢個唐朝軍隊裏頭好多嘅工匠，呢啲工匠都係造紙嘅工匠，俾佢俘虜咗，俾阿拉伯人將呢啲俘虜帶翻去伊拉克嘅地方，開始教佢哋造紙，亦都開始咗好多嘅造紙嘅工廠響周邊發展。因為中國嘅造紙響一場戰役之後傳播到阿拉伯，響阿拉伯嘅造紙好似水銀瀉地咁樣鋪開。好啦，巴格達建成嘅時候，佢除咗市集係日常生活用品需要喺嗰度落，包括咩咧？包括肉食、蔬果、酒、奶、馬、駱駝，呢啲係市集交易。另外仲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開始，因為紙嘅產生形成咗書。現代書嘅雛形開始出現，你話對世界嘅文明發展有幾大嘅影響啊？喺呢個過程當中，佢不但自己建立咗市集，市集亦不斷擴充佢嘅規模。擴充規模過程當中，亦形成咗書商，同埋好多世界各地響伊斯蘭，只要伊斯蘭到咗嘅地方，嗰啲人都湧過嚟呢邊。好啦，響巴格達嘅環境裏頭，好多各種各類嘅語言嘅人聚集，帶嚟咗唔同嘅文化思想、飲食習慣、衣着。好啦，全部應該講嗰度係一個世界大都會。一個世界大都會就從此形成咗。所以點解會阿拉伯響呢個時代會產生一種文化？呢種文化
嘅基礎開始建立，開始鋪墊咗佢好廣泛嘅一個作用喺度。好啦，今次略略介紹巴格達加插油呢啲嘢，多謝各位。